夢熊灑淚，屢屢冇得跳槽。我哋呢邊肯定冇講大話，我可以攞生命啊嚟到去擔保人頭博戶頭。夢熊次次都撐爆 CY 噶，就算做箭靶都甘願幫 CY 講嘢。好可惜 ，CY 唔認夢熊係自己有，就算當選，夢熊都冇站台。被遺棄嘅佢，終於忍唔住喺 blog 度用人在旅途灑淚時做題，話俾對手抹黑，自己有妒忌，切割，酸到咧。我哋打俾夢熊問佢做乜咁愁啦。即係其實裏邊我想撐 CY 係失去好多，受盡委屈。最慘累埋屋企人啊嘛。我女本來咧瑞士銀行啊，就準備就調派佢過去嗰個瑞士嗰邊啊，嗰個總部坐鎮去升佢級嘅。結果就俾呢啲咁樣嘅負面嘅咁樣嘅雜誌就做封面，就話哎呀，原來你老豆同黑社會來往啊咁樣，而家就取消咗佢市嗰個調離。我做老豆嘅係咪對家人好謙貴先？不過佢仍然對 CY 不離不棄，好多人都話佢傻。即係啲家人就同我講，佢話爸爸，你又唔係你參選嚇，你做咩去到咁盡呢？ CY 一當選，受盡白眼嘅佢，又即時變成紅人。當然就話我睇得好準啊，話我好有勇氣啊，話我裏邊嚟講即係政治智慧一流啊咁樣。你話呢個世界幾現實啊？夢熊仲爆料，早喺兩會嗰陣時，鄭家純已經轉軚噶啦。其他富豪呢，佢又約過李嘉誠，想幫 CY 探下商界驚啲乜嘢。不過成哥話好敏感，過咗選舉先。你幫咗 CY 咁多，站台又唔見你，唔通 CY 真係同你劃清界線？其實佢身邊啲人又叫我嘅，但係因為你知啦，我就寫評論噶嘛，即係我覺得你有時一保持一個距離咧，就寫嘢咧可能會客觀啲咯。不過都慨嘆咗一句 ，CY 佢咧屬於馬英九嗰類不沾鍋，即係政治潔癖嗰啲咯。佢就計劃9月參選立法會，仲有可能空降新界西，因為佢當年淨係追一條泳褲游落嚟香港，喺尖鼻咀上岸，話有感情喎。